Hello，大家好，歡迎你收睇今集奮鬥爸 B。咁今集主題分，我哋去邊睇睇？就係呢一個啦。理財有咩基本功？咁啊講到原則4 Level 0嘅，分辨好嘅債務同埋壞嘅債務。咁啊呢個係講爸爸會遇到話題嘅頻道啦。咁啊今次咧係一個3年計劃嚟嘅，主要會講信念呢一部分啊，夫妻關係同埋理財咁樣樣。咁啊今個月咧就係講理財，下個月會講夫妻嘅。好，咁啊重溫一下上集先。咁啊講點樣建立個人嘅財富同埋金錢管理系統啦。咁財富就唔淨係得金錢啦，咁啊仲有其他例如時間啊、人際關係啊、解難能力啊、身心靈健康啊、人生嘅目標使命啊咁樣樣。咁就同我哋所講嘅爸爸會遇到嘅主題咧，其實都係不謀而合嘅，好多都相關嘅。咁就金錢管理系統咧喺我心目中其實係一個循環嘅系統嚟嘅。咁就而如果以一個資產負債表嘅形式去表達嘅時候咧，其實亦都可以睇到咧同我哋嘅其他唔同財富戶口咧都有個聯動嘅關係。好啦，咁啊今次講 Level 0啦，分辨好嘅債務同埋壞嘅債務。咁我哋先講下定義先。壞嘅債務咧，我哋講緊係通常享樂嘅，尤其是信用卡欠款啦。咁即係話入不敷支而唔夠嘅錢咧，係借翻嚟去享受嘅。好啦，咁啊另外更加差嘅咧，就係要透過借錢去還我哋需要還嘅錢，以債養債啦。其實當我哋陷入咁樣嘅處境嘅時候咧，就等於咧打劫緊自己嘅未來。好啦，咁但係調翻轉咩叫好嘅債務咧？包括可能令到財富能夠可以提升啦。咁樣通常咧都比較有低利率嘅，好似咧房屋貸款啊、投資性嘅貸款啊、學業嘅貸款啊、即係創業啊咁等等。咁我哋喺還得起錢嘅前提底下咧，能夠善用到債務嘅槓桿，有效咁樣去提早達成目標啦，或者把握當時嘅機會。咁呢啲咧就係好嘅債務啦。好啦，先講壞嘅債務嚇，例如信用卡欠款啦。好啦，咁其實嗰個背後就係當我哋增加咗啲類型嘅信用卡嘅貴息嘅貸款嘅時候咧，同一時間咧令到我哋每個月嘅支出係會上升嘅咁樣咧就而呢一個嘅支出上升去到個位咧係大於我哋嘅每月嘅收入嘅時候咧，咁我哋每個月咧就入不敷支，即係咧繼續係欠債咁而呢啲嘅支出就係因為嗰個利息嘅增加啦咁樣樣咁啊令到我哋咧未來咧嘅錢咧係越嚟越少，咁啊個債務咧就會持續咁樣去即係遞增嘅話咧，咁就變咗咧係好差啦咁樣。好啦，當然啦，我哋講個例子我哋唔係講咧平時用信用卡俾錢，我哋係講信用卡欠款，即係話你唔能夠準時每個月都還清所有信用卡嘅卡數，係講緊一啲入不敷支消費性嘅信用卡債務舉個例子，例如你揾嘅係2萬蚊，但生活使費咧原來咧計埋嗰啲信用卡支出咧係咧22000蚊咁即係話你每個月係多咗使多咗2000蚊，咁你靠嗰2000蚊咁點咧？要不你就係減少你嘅儲蓄啦，要不咧就係增加你嘅債務嘅好啦，所以呢個其實同你收入係揾幾多冇關係嘅。你揾6萬蚊好，20萬都好，我都曾經真係遇過啲人咧，佢每個月係揾20萬，但係佢每個月使22萬咁以至到咧佢每個月係入不敷支2萬咁樣咧就一樣咧，即係爆煲咧係遲早嘅事嚟嘅。咁樣咧就等同於咧打劫自己嘅未來咁而呢一件事係我哋好容易發生嘅，因為例如當有時我哋如果冇刻意去管理或者唔明白信用卡嘅機制咧，我哋4月份使錢咁但係因為係未需要俾錢住噶嘛，咁戶口嘅錢咧就仍然喺度咁5月銀行先會通知你要俾錢咁而你5月份時見到我銀行自己都好多錢咁我咪用埋我銀行啲錢咯咁樣樣點知我用咗銀行啲錢之後，發覺原來我4月用咗嘅錢係未俾到，咁跟住咧就好容易咧就只能夠還到最低還款額以至到咧慢慢需要即係計利息咁樣就好容易陷入咗呢個咧入不敷支使大咗嘅呢個情況啦咁所以其實只係開心一時買好多嘢隨意消費食好東西咁樣樣咁但係咧當你咧即係咁樣日積月累咧，隨住時間咧有一日咧俾人追數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令到自己未來嘅生活選擇越嚟越少咁樣。咁但係呢件事咧其實有解決方案嘅咁樣先從咧減少支出方面開始。例如如果我哋要減少支出咧，不外乎3部曲第一部曲記帳咁要知道咧，即係咧自己啲錢去咗邊啦咁正所謂孫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當我哋自己都認識自己嘅時候咧，咁至少打仗都唔使輸先啦咁樣所以當我哋知道自己啲支出係使咗喺邊嘅時候咧，先至有得做下一步就係分辨咧究竟呢啲係需要定係想要咁即係有時衣食住行最基本嘅，令到我哋即係人生即係生存必須要嘅係嘛？即係開電咁樣都要，我哋而家現代人都要電燈係咪都要電力咁但係開唔開冷氣瞓覺咧？呢個係一個選擇係嘛？咁呢啲咪想要啦係嘛？即係你食好一餐叉雞飯又係一餐係嘛？即係你2餸飯又一餐，喂你去食我媽家姐又係一餐係嘛？咁你搭車又係即係一種，或者你買個基本嘅普通嘅二手車去揸又係車，你買跑車又係車係嘛？咁所以我哋又要即係先了解咗自己啲錢使咗喺邊，然後咧就去明白自己邊啲係需要，邊啲係想要。咁好啦，當我哋了解咗之後咧，就要作個取捨啦。嗱，比較容易嘅方法咧係諗慳錢嘅方法咁如果我已經慳無可慳啦，
咁而有啲嘢我真係想要喎，人生即係嗱，我話唔使日日餐我媽家姐啫，但可能耐唔耐即係辛苦咗好耐，咁一個月都想獎勵自己一次，出去食翻餐好㗎咁樣樣係咪？好啦，咁如果當你發覺已經慳無可慳嘅時候咧，咁就唯有諗咧點樣能夠可以增加多方面嘅收入啦。咁啊分享少少即係我曾經操練過嘅減少支出嘅絕技啦嚇，即係我覺得係要累積多啲咧低消費高品質生活嘅點子啦，係咪？即係例如如果着衫方面嘅，其實你唔介意有咩品牌質地好嘅，咁你自己着得舒服咪 OK 咯，係嘛？咁有啲名牌嘅，但係其實佢有啲廠貨㗎嘛，有時咁樣喺佢哋啲廠貨賣亦都相對比較平啲啦。雖然就當然唔係最新款啦，但個質素都係好啊嘛。例如有時我喺深井嗰邊做嘢，喂，我去深井燒鵝度食，同我喺深井燒鵝買個燒鵝飯外賣，然後坐喺海邊食，咁我都對住個海都係海景餐廳啦，係咪？啊咁樣海景燒鵝飯咁都幾好，但係只係咧需要一個外賣幾廿蚊嘅價錢。好啦，咁如果住方面咧，其實原來除咗我哋喺市場租之外咧，而家有啲社會房屋啦，咁跟住有啲如果係申請緊公屋嘅，可能或者有時有啲住屋好困難，亦都係申請過渡性房屋啊，或者有可以申請公屋去住啊，甚至咧儲錢購買白表居屋啊，或者去揀多啲合適自己嘅房屋。嗱，呢個咩叫合適自己嘅房屋咧？因為其實個個人咧需要嘅房屋住嘅地方都唔同嘅，同埋個個人嘅要求都唔同。可能對於有啲人嚟講咧，嗰個地方並唔係幾理想啊，但係價錢夠平喎。但如果對於你嚟講，可能你係 OK 嘅。舉個例子，可能有人住村屋，佢冇所謂嘅，佢又識踩單車，咁佢又覺得我踩單車翻屋企都好 OK 啊。咁樣計埋嗰啲租單車嘅錢，其實都平過我喺市區租嘅地方。咁啊，可能住錦上路都冇所謂啊，因為我一搭西鐵其實就好快可以出翻九龍啊。咁我都覺得係 OK 嘅。咁咪可以善用到即係降低自己嗰個生活嘅嗰個嘅成本咯，咁樣樣嚇。咁有時咧可能出門啦，有時預早少少啦，咁樣唔會因為要趕時間就要逼住要搭的士啊做嘢。咁有時娛樂方面，其實去行下山啊，去沙灘啊，同啲小朋友去玩啊，即係你係都係俾下車費啊，帶下嘢食去啊，帶啲嘢飲去，都所費無幾啫。或者有時參加下青年中心嘅活動啊，學校啊、社區啊、教會其實都好多活動可以參加，有時咧都係免費參與咁樣樣。咁另外咧就如果即係都慳完都冇辦法啦，咁啊諗下點樣有咩增加收入嘅方案啦。咁其實都不外乎咧3個方面嘅。第一方面咧就係我哋大部分人會用嘅啦，就係用我哋嘅時間去換錢啦。咁樣例如打開工嘅，提升我哋嘅解難能力啦，能夠為公司解決更加有價值嘅困難啦。要不你就係能夠幫公司賺更多嘅錢，要不你就係幫公司咧能夠慳到佢嘅支出或者減少到上司嘅工作量啊，慳翻上司啲時間因為上司嘅時間比我哋嘅時間更加值錢，因為佢嘅人工高過我哋啊嘛。咁以至到佢幫佢慳到時間時，佢能夠做到更加有價值嘅事，能夠為公司創造到更加大嘅價值咁跟住，然後公司有發展或者能夠賺到錢嘅時候，咁我哋咪有機會可能會有即係工作上嘅升遷啊，或者甚至可能有啲花紅啊諸如此類等等咯。咁啊有啲咧就係可能佢創造啲產品或者服務咧，唔係單單做一次賣一次嘅，係做一次就能夠賣好多次嘅。即係跟住另外咧，有啲就係建立賺錢嘅系統啦，即係話瞓緊覺嘅時候都賺到錢我哋舉個例子，有個人咧可能佢識得做設計嘅，佢翻工幫老闆做好佢嘅設計，咁 OK 啦，咁啊賺到份糧啦，係咪？咁啊，但係佢發現咧，原來咧好多老闆咧，佢係唔識用 Canva 咧，係去即係做一啲廣告嘅，有時佢哋都要揾人哋去做喎咁樣。可能佢特登開班咧，就去教啲50歲以上嘅老闆咧，就去做設計咁以至到咧佢即係每班10個人，每個月開2班咧，佢已經能夠咧可以額外咧增加到呢一個嘅兼職收入啦咁樣樣咁佢其實佢做一次課程，咁佢可以賣好多次啊嘛，即係嗰個課程嘅框架咁樣樣咁啊，另外咧，或者佢識做設計好多唔同嘅 template 出嚟啦，咁啊做咗一個網頁就俾人訂購，比如好似 Canva 本身佢咪就係呢個業務，佢做咗好多唔同嘅，咁人哋可以訂閱佢呢一個嘅即係呢啲設計，咁啊以至到咧可以用到啦，咁佢就將佢哋嘅設計人哋訂閱嘅時候咧，瞓緊覺又可以做晒全球人嘅生意啊咁樣樣。好啦，咁而即係喺我自己嚟講咧，我就唔識啦咁樣樣，但係喺我嚟講嘅我自己用過嘅咧就係即係我咪持續學習咯，提升我嘅解難能力去為公司同埋上司咧就持續去解決難題啦。因為公司就係會有唔同嘅困難噶嘛，咁同埋有時就唔計較咯，即係做咗嘢解決咗問題先講啦。咁另外有時就至於創造產品或者服務嘅話，咁有時其實我都可以將我嘅工作經驗累積成一套訓練課程啦，咁啊提升人哋嘅解難能力。咁啊呢一樣嘢咧，我有 idea 但係未做嘅，咁啊將來咪可以做咯咁樣樣好啦，咁啊跟住咧建立一個賺錢嘅系統，要瞓覺都仍然賺到錢咧。咁我嘅業務咧又未能夠去到嗰個階段喎。咁但係例如我可能喺個工作過程裏面咧，其實都學到啲金錢管理原則咁所以咧就善用資產管理啦。咁啊以至到咧能夠咧可以學下即係唔同咧嘅收息工具或者咧係資本增值嘅工具咁樣樣，咁啊增加咧我瞓咗覺之後都能夠賺到收入嘅能力啦。好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其實個整體目標就係要養成我哋每個月嘅收入要大於每個月嘅支出，以至到咧我哋嘅儲蓄咧能夠咧去到正數。咁當我哋嘅儲蓄能夠去到正數嘅時候咧，就算我哋有負債都好咧，其實都係個財務上咧都係重拾緊咧向上流動嘅能力啦。好啦，咁既然有好嘅債務，即係有壞嘅債務嘅，亦都有好嘅債務啦。咁但係譬如以下落嚟呢個大專學生嘅免入息審查貸款，咁係壞嘅債務定係好嘅債務咧？咁我先講下呢個債務嘅特質先。就係我哋其實增加嘅債務，其實咧就去增加我哋嘅工作技能同驗證。
咁都係我哋嘅即係資產管理嘅其中一個部分喎。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咁啊遲啲先需要俾錢，就未需要增加我哋支出住嘅。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咧能否就增加我哋嘅收入？其實我哋讀得書梗係諗住增加收入㗎啦，咁但係其實係咪得嘅咧？咁樣嚇。好啦，咁所以呢個關鍵點就係能否令到我哋增加收入啦。嗱，我哋舉兩個例子啦具體啲，例如有兩個大學生，一個咁佢咧成績優秀嘅，另一個咧就成績普通啦。咁有一個咧就入市場需要嘅專科嘅，例如可能土木工程啊、護士啊、社工啊等等咁樣啦。咁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純粹為咗成為大學生，其實都唔理啦，有咩科收咪讀咩科咯咁樣。咁結果咧，所以咧成績優秀啲邊讀啲市場需要嘅科嘅師兄師姐咧，佢哋可能揾到25000蚊或以上嘅。咁而呢一個喂，其實即係純粹都為咗成為大學生啫。咁其實大學生出嚟做嘢有時可能都係起薪點都係基本都係可能16000蚊咁樣樣，甚至15000蚊咁上下。好啦，咁而如果當其時我哋假設咗啦無論咩情況都係一般，如果冇乜學歷咧，好多工種嘅起薪點咧都係15000蚊。咁即係話，如果喺呢個成績優秀嘅即係師兄師姐身上咧，佢因為讀書嘅緣故咧，令到佢每個月咧出咗嚟做嘢咧有個薪酬嘅優勢可能比一般嘅冇學歷嘅咧多10000蚊一個月係嘛？咁跟住如果我哋簡單咁樣計一個數咧，就係如果佢借15萬學貸嘅，其實可能佢15個月後已經賺得翻呢個數啦咁樣樣嚇。咁另外嗰個咧讀完書出嚟之後咧，其實只係賺多1000蚊啫。咁如果純粹咁計嘅話咧，只要假設咗佢未計佢即係之後會加薪或者做得啱唔啱等等啦。咁其實佢又借20萬學貸喎，點解佢仲會貴過佢咧？因為有時咧讀書叻嘅人咧即係反而政府嘅資助更加多。讀書普通嘅咧，佢你真係想讀嘅話，你就要自費俾多啲啦咁樣。所以有時咧反而讀書麻麻地嗰啲咧，仲要佢俾高啲嘅學費。好啦，咁結果咧而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就係佢反而咧嗰個嘅即係除以嗰啲個學貸除以呢個每月薪酬嘅倍數咧咁樣咧嗰個優勢倍數咧就成200個月喎。哇！即係咁你要做200個月咧，幾多年之後咧先至可以收得翻個成本咧咁樣樣嚇。咁所以即係呢個咪好嘅債務咯，即係財務上嚟睇，咁呢一種算係好嘅債務咧。但對於有一個人嚟講，佢呢個成績普通呢個咧，可能對於學生意咧，其實呢一個借貸咧就算係壞嘅債務啦。咁當然你話佢會唔會增加埋其他財富？咁呢啲就冇得講啦，即係可能係即係因人而異啦。呢個就好啦。咁而即係置業貸款又係啦，究竟係壞嘅債務定係好嘅債務咧？咁而置業貸款咧佢就係增加增加貸款，而同一時間咧就令到我哋嘅長遠房屋有個定案喺度。咁而有機會雖然增加咗我哋嘅即係供樓嘅支出啦，咁但係其實可能對我哋整體人同埋家人個身心靈健康係有幫助啊，因為可能個居所穩定咗咁樣樣嚇。好啦，咁我哋睇業主一同業主二啦，係咪有兩種業主？咁有一個咧就周全，即係好有計劃嘅，周全多年嘅。咁另外一個業主咧，佢就其實純粹擔心樓價升，好似覺得唔買唔得嘅啫。咁另外有一個咧就為咗改善屋企人嘅生活質素啦。咁有一個人咧，其實另外一個業主咧就連佢家庭發展係點咧，其實都未定實嘅，好隨意嘅。咁業主一咧有一個咧，佢就即係儲錢儲好多年㗎啦。咁但係咧都驚住唔夠首期，咁問屋企人借少少咧，就叫做鬆動啲咁樣樣嘅啫。咁同埋佢都用心計算同埋評估能否即係之後繼續供款啦。咁另一個咧就係佢完全問屋企人借首期就個槓桿快啲上車，因為驚趕唔切啊嘛。佢至少咧就呢一起咧呢一刻佢供款咧就供得起嘅。咁就而咧即係業主一咧，佢咧就係除咗計算佢自己供款供唔供到，即係持續供唔供到之後，佢仲有後備計劃嘅。另一個業主就唔係嘅，另一個業主咧就係純粹諗住搏一搏，完全都冇諗後備計劃㗎啦。咁另外一個業主，即係第一個業主咧，佢就係即係盡快增加收入啦，有個意識係都要好慳啦，控制住支出增加佢儲蓄盡快學習理財投資盡量減低佢嗰個按揭利息嘅支出嘅。另一個業主第二個咧就係今朝有酒今朝醉啦，認為啲錢咧用咗先係屬於自己嘅。咁即係可想而知咧，當佢咁樣去處理嘅時候咧，呢一邊有計劃嘅業主當然就係好嘅債務啦，因為佢諗清楚呢件事啊嘛。對於業主二嚟講，咁我哋就認為係壞嘅債務，因為可能呢一刻都仲 OK 嘅，但萬一有咩衝擊過嚟咧，佢有時咧係經歷唔起呢個金融嘅海嘯風浪咁樣樣。因為其實咁多年咧，金融市場咧到咁上下幾年就爆一次煲，咁都係好常見嘅。咁佢一旦守唔過嘅話咧，咁佢嗰陣時咧即係好多年儲埋落嚟嘅首期或者置業買呢個樓咧，咁就變咗可能會虧損收場咁多年嘅功夫咧亦都係白費咗，咁佢嘅風險係比較大啲咯咁樣樣同埋就係認知嘅問題啦。好啦，咁至於有啲好嘅債務嘅，咁呢一個例子咧就講一啲進階嘅例子，例如可能套息交易借貸擴充業務等等咁樣。咁而呢一個好嘅債務嘅特質係點咧？可能佢咧借咗一大嚿錢，但同一時間咧佢換咗一大嚿嘅資產翻嚟，而呢一樣嘢咧有機會係令到佢哋即係雖然咧佢每個月還嘅錢要多啲，但係佢每個月因為咁嘅緣故咧收嘅錢更加多以至到咧佢嗰個即係每月因為呢個債務嘅緣故咧收入係大於支出嘅，佢做一個正現金流俾翻呢個成個系統添。好啦，例如有啲即係高手啦即係我都即係我跟啲唔同嘅高手學習咁樣咧就係例如可能呢位德興咁佢咧就會佢直情有片教咧佢嘅即係套息交易佢係點樣做嘅，點樣咧借平嘅外匯咧買啲咧係好即係低風險嘅資產以至到咧佢係能夠賺到當中嘅息差咁樣。又或者咧阿李嘉誠先生啦，咁佢做生意咁多年都好即係好穩陣其實佢都亦都好有遠見咁但係其實佢哋都會。
佢哋呢個唔同年份嘅即係財務嗰個嘅權益啊，啲債項隨意股東權益啊、資本權益啊咁樣。咁見到佢哋其實點都會借啲債嘅，即係就算點穩陣都好啊。咁始終咧都係咧有一個你見到佢之前可能借嘅錢多啲，慢慢一路越嚟越減啊、減少啊咁樣。好啦，咁而咧有我哋即係其實呢個世界都有個原則嘅，就係我哋咧只能夠賺取到咧認知以內嘅錢嚇。咁啊當然咧，其實天父有恩典啦，其實佢可以轉交金錢俾我哋管理嘅，但其實我哋都係只能夠管理同埋善用到咧認知以內嘅錢。如果唔係咧，錢交俾我哋咧，其實都會跌咗，都會慢慢冇咗嘅。所以就係講到咧，就係要學習啦，管理同埋善用好嘅債務啦。咁但一講到學習嘅話咧，我哋點樣由舒適圈慢慢能夠突破恐懼圈，進入學習圈，甚至成長圈咧？咁其實無論係透過自己嘅個人特質啦、個人嘅恩賜啦，我哋起步嘅時候可能只係80-20法則，用20%嘅時間去達至80%嘅成果啦。專注喺我哋自己嘅能力圈啦，每日持續進步少少啦。咁以至到1年堅持落嚟咧，哪怕只係每日進步1%咧，1年都可以成長37倍啦。好啦，所以今日嘅總結咧就係、有壞嘅債務啦，同埋有好嘅債務啦。而壞嘅債務咧，等同於打劫自己未來；而好嘅債務咧，喺還得起嘅前提底下咧，當我哋能夠善用到債務槓桿咧，能夠有效令到我哋提早達成目標，或者把握當下機會。例如房屋貸款嚇，咁我哋借咗房屋貸款，其實係用好短嘅時間裏面咧，我哋俾咗1/10嘅錢，但係就享用緊一個100%嘅價值嘅房屋咁樣樣，係啦。咁跟住，但係如果真係有入不敷支嘅情況咧，都唔緊要嘅，其實都係有解決方案嘅。透過記帳啦、分辨需要、想要啦，作出取捨啊咁樣樣，都能夠咧係解決到呢個困難。好啦，當我哋咧就學習管理善用好嘅債務嘅時候咧，咁我哋要做到呢一件事，就要透過無論了解我哋自身嘅個人嘅特質啦，善用20%嘅時間去創造80%嘅價值啦，專注喺我哋嘅能力圈裏面咧，同埋咧我哋咧持續成長嚇，以至到咧我哋咧能夠咧一步一步咁樣去行咧，每日做少少咁樣行咧，慢慢咧突破恐懼圈，進入咧學習圈，甚至咧係之後慢慢伸延到成長圈。好，如果你覺得啲集咧對你有啟發力嘅話咧，就俾個 like 我哋啦。咁想同我哋交流嘅話咧，就留言啦。仲有咧就係覺得幫到其他人就分享出嚟，同埋咧對持續收到爸爸會遇到嘅話題咧，就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好，咁最後咧都係分享呢一個點解你咁努力冇變強啊？輕微嘅優勢，即係大家唔好睇小，只要我哋咧意識到我哋問題，亦都想改變咧，一日改變一啲，一日改變一啲咧，慢慢咧就會同我哋嘅舊我咧係有分開咗越嚟越大嘅距離㗎啦。好，咁今日分享到呢度，祝福大家，希望對大家有幫助，再見，拜拜。